向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先开始来关心这个月初7对波兰包机返来台湾的国人，经过14天的集中检疫，加共116个人全部拢健康。今日透早分2批登去处理，这些人大多数拢是伫波兰读医科的学生。这段时间对咱台湾的医疗体系有搁较深的感受，所以嘛专工亲手写批，感谢咱台湾的医疗团队。早起饭点时阵，解除隔离的民众，有人是厝内人来食，有人是坐游览车离开隔离所。这是初7坐波兰航空包机返来台湾，116位民众伫咧北部检疫所经过14天集中检疫，全部的健康状况正好。透早分2批出关。116位里面有111位都是在波兰就读医学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回来，学校那边课业还在忙，所以他们都要用这个视讯还继续上课，所以压力还蛮大。检疫所指挥官黄尊成讲，透早饭店44个人出关，早起72个人离开。虽然登陆飞机时阵4个人无事事，隔离期间也有人身体无爽快，好加在拢毋是新冠病毒。因为5月最要到啊，指挥中心也特别传账、加香包，抑个加持过2笔鉛笔，祝愿参加国考会当顺利。端午节快到了，所以我们取个谐音啊，所以我们就送他们每一个人一份包粽啊。我们希望他们考公民呢，或者都可以包粽。另外再送他们一个加持过的这个神来之笔，我们希望他上考场考试的时候能够这个事事顺利，再加上这个包粽。经过14天的隔离，这批自波兰返来台湾的国人总算出关，因为有国外经验，对台湾的防疫印象正深。真侪人伫咧离开检疫所进前，也写卡片感谢医护团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北京的疫情继续摊开，6月20高1日确定病例就有22例，短短9天的时间已经有227例。巴士公司伫北京专门生产洛苏鸡排、马铃薯片的这款细小的工厂，嘛传出有员工确定去回调，目前规个工厂拢停工。疫情即马愈来愈严重，北京嘛唔敢待议，出入北京的航班甲车班大多数拢已经取消啊。目前测试产品安全，同时保证新发地疫情后的产品均已封存。强调目前所生产的洋芋片正安全，请消费者安心。巴士公司北京分厂15团组有1位员工确诊，到20已经扩大到8位。6月15开始，所有员工居家隔离，也做全员的核酸检测，480人检测结果拢是阴性。巴士公司强调，这边感染跟饮料无关系，洋芋片的生产线也停工停产。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停产停业、产品封存、环境消杀、人员隔离等措施，已经对产品及厂区环境进行了全方位取样调查。中国北京新发地市场伫最近发生武汉肺炎，自6月11到20，官方统计北京的确诊病例总共227例，确诊者年纪上细1岁7个月，上大86岁。即马全市有4个高风险地区，为了要防止疫情扩大，北京扩大体检，到20已经有230万人接受检测。截止6月20日，核酸检测机构从98所扩大至124所，日最大的检测能力从10万份扩增到23万份。如果采用5:1的混检，每日可检测近100万人。疫情继续扩大，出入北京的航班甲列车班次也真侪拢取消。北京袂输敢若自我隔离。最近有媒体报道，北京发生的疫情病毒株甲台湾的病毒株正同款。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讲，病毒株是3个自土耳其境外移入的案例身躯顶验出，毋是台湾传到北京。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而且高温烧热。咱来看温度。今日西南风增强，早起伫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若过到了后，伫东北部各地山区有西北风。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是伫32度到36度，尤其是大台北、基隆、宜兰、花莲、台东，拢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提醒乡亲爱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
昨天天文机关天狗假日，唔知影乡亲敢有看到？因为伫家己拄好是对中的角度，所以会当看到日头，正做一个手指的形，所以有侪人拢走去家己。昨下晡4点13分是日头风乍上大地时，咱嘛过来看一摆。伫日头规个早起时间愈来愈近，每位民众拢摕着手中的日镜伫看日头。4点13分，日头早起的时阵，互看到民众拢画出来咯。4点13分43秒。伸出你的手，迎接上帝的金戒指。为着要迎接这特别的日子，嘉义市活动主场北乡湖公园早起有真侪民众来占位，只不过市区早起有落雨，也互民众烦恼惊看无。天文的东西就是看天气嘛，对啊，不见得一定会看得到，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活动会场有发送看日头的日镜以外，也有民众家己制作看日头的设备，希望会使看甲更加清楚。网络教学，然后那个 DIY 做的。日食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阴影。它一样会透过它的反射，它产生它的阴影，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的。离嘉义县也伫北回归线太阳馆举办一系列科学体验，8年来第一届的天狗假日，也为嘉义县市带来真侪观光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天狗假日，对非洲的内陆到这西太平洋，拢会当看到。台湾有一寡所在会当看到日头变做手指的形，若其他的所在是看到讲日头起一角。为什么有差？因为这甲月亮有关系。替台北天文馆准备用来观察的开线，伫台北民众虽然无法度看到完整的日全食，也看到这超过91%的日偏食。伫中南部地区所看到的日全食，日头是这97%以上。毋过这一摆无法度达到日全食，而是出现一群日全食，关键就伫咧月球的位置。日全食发生在月球较接近地球的时候。日环食发生在月球距离地球较远的时候。天狗假日是月球运行到地球甲日头中，拄好抓到日头。想要看日全食，就要伫抓到的环食台内底，透过国际专家的一网站，能看到环食台为非洲内陆跨过亚洲，延伸到西太平洋。台湾部分伫伫中南部甲华东部分地区。通过的路径大概只有几十公里宽，所以地球上面能够看到的范围非常小。天狗假日伫下晡2点49分开始，经过点半钟了后，月球才刷到正中，只留细细一圈的光线，才做完整的日全食。这个天文机关一时就消失。真正完全遮住太阳，只有短短的1分钟左右。这摆天狗假日日头伫下晡5点25分左右复原，这摆无看到，恐惊也无法度看到，因这摆是伫195年了后，所以台北天文馆伫21这一天，非常侪人毋惊日头晒，客家满，到顶见证一个世纪天文盛事。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大家讲的笑气是一种一氧化二氮，是一个吸收到会规身躯麻麻、产生幻想的气体。工业用的笑气网络就买有，因为最近是掠到真侪少年人甲笑气染其他毒品输甲死亡，所以环保署即摆按算要规定讲，后摆若要买，要有许可证才买有，而且伫网络顶头袂使阁买，嘛要甲笑气内底灌臭气，互你臭甲无法度死。新的制度伫年底要实施。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国防部去年发布中国军力评估，中国的飞弹超过2700粒，对咱台湾也个美国、印太国家拢是威胁。美国的国会呼吁爱增加太平洋飞弹防御能力，咱台湾嘛爱增加反飞弹的能力。来看《澎湖日报》，中国人大常委会顶礼拜六初审香港版的国安法。昨讲28到30要阁开会来讨论，按算到时阵应该就会通过。咱国内已经连续70天拢无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国内的民众嘛豆豆恢复正常的生活。因过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也是真严重，咱台湾的边境敢会使开开？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这要看款来解除封锁，针对所在也有国家、地区也有政策来做考虑，亲像岛国开放的可能性就会较悬。工作人员随地帮疾管署的检疫人员也提酒精消毒。
国内武汉肺炎疫情慢慢的较稳定，为了要促进境外商务活动，自6月2日开始，只要符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会当入境的人数，来台湾踮的时间无到3个月，短期入境从事商务活动，来自政府公告的低感染风险国家甲地区，而且坐飞机进前14天无其他国家甲地区的旅游史，拢会让受到居家检疫来台湾。我们其实不同的点都会相互支援，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听长官的安排。对，因为我们刚好会机动调度。对，会机动调度。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流行5个月，伫最近真侪国家要解封的时阵，包括澳洲、德国等国家的确诊人数佫增加。目前疫情严重的国家前5名是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英国。世界卫生组织之前也警告，目前全世界单日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15万。表示疫情正伫咧进入新的危险阶段，国内医生也提醒，国际疫情犹原严重，想早解封会有危险。即使目前看起来已经平静的国家，其实它的社区里面，它的传染链并不是完全都中断了，还是有少数人慢慢在传，那可能大部分是轻症。所以这个时候，只要你一解封呢，不管是内部或外部的风险就会呈现出来。国际的疫情仍然是非常的严峻，所以未来在开放的时候，目前要以区域或城市，这个可能目前还比较不考虑，但有一些是单独的一个区域，那当然可能会被考虑了。但是中强调，全世界第一波疫情也未结束，各国的专家也无排除到秋冬会有第2波疫情。民众普通时也是尽量挂水烟、接水手，保持社交距离。也是为边境的开放做准备，万一若是有闹交的，将会伫台湾形成大量的社区传播。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总统府公布后一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因为将台东县长黄建庭的政绩临时冻点，原本嘛伫名单内底的前新北市副市长陈新贤嘛拒绝，决定要退出。前台东县长黄建庭被提名出任监察院副院长，引发调查反对。昨日提名案赶紧冻掉咧。黄建庭在20正式完成提名了后，另外一个被提名为监察委员，捌做过水利署长的前新北市副市长陈新贤，因为对过去单核案互外界挖出来做文章了后，决定向总统府婉辞监察委员提名。对此，总统府讲提名审检小组推荐陈新贤，因为伊是国内有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职服务30年。不过已经向总统府来婉辞，总统府会理解并且尊重伊的决定。对着整个提名风波，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监察院是独立行使公平正义的机关，任何人选必须被理性讨论，凡是替国家社会做代志，永远超过党派，无需要以党派对立甲冲突来论断这件代志。黄建庭、陈生贤都是在为国家做事，只要这个是好的人选，而且愿意站出来为人民、国家、社会做事，那是超越党派的。黄建庭、陈新贤陆续退出监察委员提名，台北市长郭文铁讲，规件代志看甲无啥啥。老实讲，这个在平凡镇上面投票，那在未来几天未来的话就模式，这个大家讲，我跟你们一样，不以概括，放回去这次的比赛吧。离较早的顶时，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是替感觉委屈，讲替陈新贤无被顶届案件来甲攻击无公平，也是第2摆伤害。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写面册写文章批评，虚情假意的调查合作，欠缺尊重的提名程序，毋那即使被提名人的名声，更加是侮辱监察院的地位，政党合作更较无可能。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民进党这边决定要派陈其迈来选。陈其迈昨昏是到高雄的果菜市场去拜票，嘛举办见面会，而且邀请吴依农做伙唱歌。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头一届选市长选无掉，嘛是会伫遮唱着同一条歌来甲支持者致意。陈其迈表示，顶一届唱甲走音去了后，就渐渐在练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唱红豆？因为我喜欢吃红豆冰，很想念大家。所以在台北都偷偷练。失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之后，陈其迈就足拍拼咧走行程。就算国民党到即马还未正式推出人选，嘛是唔敢放轻松。逐工透早就去菜市仔拜访，即届佫找来人气正旺的吴依农。他也希望高雄是一个更国际化的城市，他也希望更多产业可以投入高雄。
然后他希望每一个年轻人跟我们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都可以更向往这个地方。民进党补选的选举已经展开，国民党这边宣布正式推出人选。已经表态有意愿要参选的国民党市议员李亚进表示，要选的是会当斗相共解决问题的人，唔是名次。啊，不过国民党中央嘛是阁无动作，支持者只好伫边仔调集。记者陈义言、柯正俊高雄报道。总统蔡英文昨昏甲高中生面对面对谈，今年专工邀请外国学生甲侨生。总统蔡英文是表示讲，少年人爱随时做好接班的准备，伊嘛毋望互少年家这代搁较侪空间，互少年人家己去主导决定家己的人生。翠安提来甲高中生斗阵翕相，蔡总统参加，甲高中生面对面论坛，为台湾防疫表现讲起，佮鼓励年轻世代爱做好接手准备，也要做决策。准备接棒的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开始在想这些问题。如果是你做一个国家里面要做决策的人，会怎么样来做这个决策？总统准备好甲年轻世代对话，学生也直接提问，依照时代被改名，太平岛被判定太平岛，切就国家主权议题。那么，请问我们该如何宣示我们的主权，让其他国家知道这里是我们的地？民主原则之下，能够有效地保护这个国家不受疫情或疫病的侵害。如何把一个国家的集体的意志跟国民的团结产生的力量展现给全世界看？有个学生以学校案例为出发点，有人希望官方应协助支持国际校际交流，让学生期待未来有更加多校部参加的机会。经费补助的话，那将会有助于我们提升接待品质，一定会朝这个方向来做。可以给学生更多，比如说参加校会的机会，用法规来规定学校把一些不合理的校规都排除在外。应该要让学生的参与的比例能够增加，尤其是有关于学生管理的事务上面。防疫考虑除了斗阵翕相以外，总统甲高中生代表专程挂翠安，连续举行第5届论坛活动，今年也第一摆邀请国际生甲侨生参加对会。读完3+4之后，是否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或者是有关机构的辅导？立法案通过以后，就可以让这一些年轻人在这里念书，在这里开始工作。年轻世代要如何甲国际接接呢？总统蔡英文指出，未来要推动2030双语国家计划，要打造一个社会环境，让大家认为讲英语是一个真自然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虽然咱台湾疫情已经冻点，不过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即马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95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目前共款是446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100多例。若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国家是美国、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經超過235萬例，巴西超過108萬例，俄羅斯超過58萬例。歐洲、英國是超過30萬例，西班牙超過29萬3000例，若伫意大利是超過23萬8千例。来关心伫欧洲疫情严重的国家有真侪，若德国自本是防疫做甲袂歹，不过即马所传出有肉品加工厂发生群聚感染，昨昏即个小微感染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00例。目前即个加工厂的员工甲家属拢爱隔离，当地嘛有可能会搁再封城。在德国西部托尼斯肉品加工厂油封锁线，因为6月17日员工别出武汉肺炎群聚感染，确诊人数为400多人，冲到1029人。当局要求加工厂6500名员工甲家属全部隔离。Wir haben 3127 Befunde, davon sind 1029 positiv. 20下晡，动保人士提标语来抗议，要求政府将所有肉品屠宰场关掉。为防止疫情扩开，当局已经下令托尼斯集团停产2礼拜。疫情爆发了后，中国已经禁止为这工厂进口肉品。负责人亲身会室内，佮表示公司正面临存亡危机。Ich kann mich als Unternehmer und als jemand, dem es in erster Linie um
die Menschen geht, um Räder geht, um den Kreis Gütersloh, um die angeschlossenen Kreise, nur in aller Form entschuldigen, ja, um Entschuldigung bitten, weil wir sind die Ursache dieses Themas und stehen in voller Verantwortung. Ich als Unternehmer und das Unternehmen insgesamt. 德国军方出动65名士兵，伫员工宿舍协助病毒检测。当地官员表示，伫测外部门有2/3的员工去围着。外媒报道，虽然德国是欧洲当中控管疫情上成功的国家，不过鸦片屠宰场常常爆发群聚，去围着员工大部分是住伫真客宿舍的外来移工。记者综合报道。那翠暗最近伫英国是引起讨论，因为英国政府宣布现出时坐大众运输一定爱挂翠暗，若无就袂当坐。英国的医学界普遍拢是认为讲，翠暗当然是有挂有保庇，不过即马这个规定敢袂伤换。伫伦敦开彩虹工作室的戴维斯正伫咧做布的翠暗，英国疫情到即马依然正严重。有关当局虽然下令慢慢解封，不过也强制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时阵爱挂翠暗。不过翠暗要安怎挂，引起各界伫咧讨论。有学者认为，挂起来较舒适的布的翠暗，就会让阻挡体积较大的喙瘾传播。不过，若是身躯顶有新冠病毒的患者，伫挂布的喙暗扫或者是拍下枪时阵，病毒也是有可能会透过布的喙暗，所以上好也是挂外层防水，内层会当透过的3层式的医疗喙暗。不过，所有的喙暗拢无法度做到100%防护。What you're trying to prevent going out in front of you. So instead of sort of not infecting necessarily, but instead of your breath being projected forward, it's just projected out sideways or out at the top and to the person behind you. 不过只要观念正确，伫咧挂嘴掩前后接洗手，挂的时阵莫用手去摸嘴掩的外层，搁去摸面，那呢也是会当降低感染风险。If statistically we can reduce the risk of this virus getting out into the population when you're standing in a supermarket queue, instead of 1,000 particles floating around, there's only about 10, we will actually reduce quite a lot the transmission of this virus. 研究另外也警告，确诊患者或者是有接触史的人，上好是接受治疗或者是隔离检疫。英国医界即期即马才要求民众坐大众运输工具爱挂嘴掩已经伤化，因此为着伫咧解封了会让有效降低感染风险，较晚做总比拢无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在英国的南部有一个小镇，顶礼拜六发生一桩恐怖攻击，一个查甫人举刀啊，将扑港台，造成3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嫌犯当场被警察抓起来，伊是北非的利比亚人，伫2011年寄到英国。去年英国的公安单位就在侦捉这个人啊，不过也是无法度阻挡悲剧的发生。警方伫咧公园花园封锁线，英国南部的水丁镇20发生一件杀人事件。当局尾下定调是恐怖攻击。As you will be aware, last night a murder investigation was launched by Thames Valley police officers, and this has now been declared a terrorism incident. Tragically, 3 people have died, and others were injured in this attack. 案发地水丁镇代志发生前几点钟，现场照民众发动非洲的名也是名示威活动。举刀杀人的就是今年25岁来自北非利比亚的萨达拉。伫福伯利公园随机杀人，虽然警方伫接到报案了5分钟就赶到现场嘅压制，也是造成3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警方调查发现，萨达拉早就互国安单位注意，伊是伫2012年以游客身份到英国，要向当局申請政治庇護。萨达拉捌因為暴力攻擊被關1年，不過過去嘅犯行攏甲恐怖攻擊無關係。國安單位自2019年開始注意萨达拉，不過原因無清楚。I'm appalled and sickened that people should lose their lives in this way. If there are lessons that we need to learn about how we handle such cases, how we handle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such cases, then we will learn those lessons and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take action where necessary. 首相强生佮便讲要检讨恐怖分子被释放的条件。这边的举刀杀人案发生了，强生也在这边讲。会评估透过司法的方式，避免这种代志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若美國即陣有真濟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抗議，美國總統川普佇即總統的造勢活動頂頭，伊是強調講，伊無允准受過超過的暴力行為，甚至去破壞歷史雕像。伊嘛透過造勢活動繼續批評中國暗崁疫情。That name gets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China, as opposed to calling it the Chinese virus. 在武汉肺炎疫情地区竞选活动停止几个月了后，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摆造势活动，就用真济时间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危害全球数百万人的健康。对最近由美国拖甲其他国家抗议美国警方执法过当，甚至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示威活动，川普针对开国元勋杰弗逊、华盛顿等人甲国外作者法兰西斯之一、南北战争民众罗伯特利的雕像，拢被人破坏，批评抗议活动完全失去焦点。The unhinged left-wing mob is trying to vandalize our history, desecrate our monuments, our beautiful monuments, tear down our statues, and punish, cancel, and persecute anyone who does not conform to their demands for absolute and total control. 这场疫情了后的第一摆造势活动，有不少支持者无挂喙罨。暗过伫每一个入口拢有志工咧换喙罨，工作人员也挂面罩。虽然主办单位表示，感恩容纳无甲2万人的场地，有上100万人伫网络订票，造成不少人未当入去。暗过镜头顶悬因发现有真济空的位，就伫造势活动的同时，民主党众议员柯特兹发出推文表示，是一阵Z世代少年人伫网络顶悬抢票，借此降低造势活动出席率，来打击共和党的士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甲印度两边的关系最近真紧张，两国伫边界有起冲突，两边拢有人死亡。印度的空军目前有派战机在巡逻。印度的空军司令部是表示，会无少任何代价来保护国家。有媒体即马嘛报讲，印度为着即摆的代志，已经专工向俄罗斯买33架战斗机。也印度国旗提抵制中国会标语，甚至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相片。印度民众20日伫孟买街路抗议最近中国印度伫边界所发生的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死亡，超过70人受伤。抗议民众入誓，要甲印度军队徛做伙。हर हिंदुस्तानी अपने वतन से मोहब्बत करना जानता है। हम इंशाअल्लाह अपने वतन की हिफाजत के लिए जान भी दे देंगे, मगर चाइना को 1 इंच जमीन भी नहीं देंगे। 印度空军司令搁伫参加印度空军学院毕业典礼时阵表示，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保卫边界。军方已经派出战斗机巡逻，监视来自中国方面的活动，也随时准备应付中国战机。We are aware of the full situation, be it LAC, be it deployments. We have full analysis, and we have taken necessary actions that we need to take to handle any contingency that may come up with this kind of deployment. 外国媒体报道，印度空军为提升空军军力，赶紧买33架战斗机，其中11架米格19战机是向俄罗斯买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几天之前也公开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中印边界事件表示真烦恼，暗过认为双方应家己采取措施，避免冲突情形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硬度香港版的国安法，即马有进一步提出法律的细节，讲要伫香港设驻港的国安署，而且审理甲国安有关系案件，法官由香港特首来指派。中国即马愈做愈超过，嘛引起香港的民间团体甲学生囡仔不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8开始连续3天伫北京举行，20早起闭幕，当中审议港版国安法草案，并且公布详细情形。草案总共有66个条文，内底明确规定4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包含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也有勾结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规定中国当局会伫香港设立驻港国安署，而且审理国安相关案件法官会由香港特首来指派。我哋睇到嘅係猶如北京將佢嘅權力猶如一把利劍，直接插入去香港嘅司法同埋行政機關。
今次嘅呢條法案係容許行政長官有權力去揀選法官去處理案件，呢一個係香港咁多年嚟從來未試過。為咗抗議草案已通過，香港民間團體加學生組織想要結合罷工、罷課加罷市癱瘓香港運作，並且在20自主發起公投。不過30個工會總投票人數只有將近9000人，比6萬人嘅投票目標減少真多。禮拜區部分參加實體投票無達到5000人嘅標準，人數攏不足，無法發動罷工罷課。為安怎無法成功引起香港人歡迎？香港媒體引用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馬格嘅分析，講這擺公投嘅結果難以重現去年反送中氣勢，而這回主辦嘅團體宣傳甲動員力量不足。另外，港府也多擺表示反對公投，並且講若有學生參加，會以校規來處分。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鏡頭轉下咱國來關心台中的中山堂是過去台中人以一個大型藝文展覽甲表演場所，有千外個座位，嘛捌辦過2屆的金馬獎。不過即馬已經真舊啊，而且會漏水，閣會燒拍電。去年有開9000多萬的翻修，要閣互這個所在閣再請贏起來。經過30年，整建了台中中山堂重新開館。30年前，我誕生在台中。的確是1989年4月1號啟用的。至少服務30年的老員工特別有感覺，為少年甲老一世人攏奉獻佇這30年的變化，為建立有夠典雅的內容，伊點滴在心頭。以這邊為家，慢慢的輪椅來看活動的話，連那個輪椅抬到那個觀眾席裡面。台中中山堂是民國78年來啟用，建築的主體是4分之2的幾何圖形。建築的正面原本是國際知名台灣藝術家謝孝德所創作安和樂利大型的壁畫，但是在2008年的修復工程中取代作二連掛。30年來，建築物愈來愈老，漏水、燒拍電、意外常常發生。去年台中市文化局爭取到文化部的預算，用了9030萬來整修，終於在今年6月修理好啊。去年108年就爭取了這個中央的補助，還有市政府的配合款。我們希望做一個30年來最大的一個整修。我們這個整修完了以後，它所有的懸吊系統會跟我們的國家歌劇院一樣，都是國際級的這個水準。台中市文化局指出，整修了的台中中山堂舞台懸吊的系統36支用手動嘛，全部攏變電腦的。另外1800的觀眾席位，嘛甲台中國家國劇院的定位來分開。每日大約有15萬人的200者來觀賞，所以天數超過230工。整修了後的場所保留了歷史的記憶，嘛有更新了環境，提供中台灣藝文活動更較濟展演空間。記者綜合報道。苗栗島南有一欉老青仔樹，已經超過220歲，是老樹公啊。和苗栗縣政府嚟做珍貴的樹啊，去年方發現這樹啊破病啊，愈來愈嚴重。今年開始要搶救老樹，家己把樹枝鋸掉，保留健康的樹身，再閣用กิ่仔甲剪掉咧。即馬看起來哪親像浮在半空中的樹啊，咱嘛做伙來看。對樹葉挖落去，甲挖着邊的所在清掉，工人煞來用機啊，甲樹啊破邊所在甲鋸掉。苗栗島南山尾八公廟邊的青仔樹已經是珍貴老樹。去年裡面發現樹啊黃去、打去，細細葉啊變真細葉情形，通報農業處診斷，確定去挖着邊。這擺請來團隊採用親像敢若外科手術切除的做法。先導管時做，再個大家啊切除挖着所在，伊有挖着所在真寬，整個工法後老樹看起來是浮在半空中的樹啊。它的根把它養好，然後再做外科手術，再進行搶救。那裡面的細根未來就會變成這棵樹的那個支持柱，所以我們把它養大養肥這樣。不過救這欉樹啊，愛開真濟錢，苗栗縣府開了700萬塊，做鐵架啊，該拆掉咧。土地所有權人閣有財產署補助200萬塊，加上林務局甲苗栗縣府的補助款，總計400多萬。另外要道路復原，總經費挖500萬。病灶全部做清除，那清除之後呢，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它是一棵，現在是一棵漂浮在空中的樹，做一個這個倒根呢，可以取代它原來這個根的這個吸收水分、養分的這個作用。這欉樹啊，根據苗栗縣府資料，已經有220年歷史，樹冠22公尺，樹圍超過6公尺。葉根邊是台灣常常看樹啊的根部邊海，有樹岩之稱。這擺經由親像大外科手術的方式，
公部门开真侪钱来救树啊，也是公部门甲民间斗阵合作成功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桃园的苦厝港是重要的湿地。今年初发现寒天的大鸟比旧年同期加5倍，湿地复育的成果即马看现现。保育类的乌面腊杯、长白鹭拢来啊！苦厝港国家湿地是北台湾上大的海花湿地，海花长度10.5公里，占地961公顷。今年第一季观测到当大鸟数量有1402只，比去年同期成长5倍多。3到6月的时候是鸟类的繁殖期，那尤其是小燕鸥或是那个东方寒碱在这边繁殖的时候，它的鸟蛋或是说小鸟，那狗进来的时候就会把它吃掉。过去老家溪墩山河口绿化严重，水鸟栖地减少，海关处进行苦厝港湿地生态保育工程，收回3个鱼温啊，将绿化土沙污掉，废店甲鱼温啊，不止解决墩山绿化问题，也增加22公顷的湿地面积。今年初大完工，就成功吸真侪大鸟。我们必须利用退潮4个小时的时间，要禁用大量的人力跟机具进去抢时间，再让我们的工程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可以完成。在水中央的生态入岛，就是让鸟类可以到，其他的动物可及性比较差。好，这也是从工程的手段上可以做的一些作为。针对流浪狗加上野鸟问题，市府表示，除了掠，也特别伫工程中营造生态绿岛，提供水鸟更加安全、做受性能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看国机国造头一只永鹰新停的高级教练机，今日早起9点，伫台中的青泉宫举行正式收杯仪式。咱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去年9月份，伫汉翔出厂经过差不多1年动态甲静态测试了后，今日早起9点，伫台中青泉宫举行正式收杯典礼。咱总统蔡英文嘛有到位，嘛发表演说。总统蔡英文是亲身到现场去监督。等待这收杯回轮机降落了后，总统蔡英文按算要伫永鹰的这个回轮机头前来鼓会，嘛要来鼓励这人员，而且嘛要讲推动咱国机国造相关的人员，感谢因的付出。典礼按算会伫咧10点半左右结束。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去中华的保盐种芒仔瓜的农民陈国定，专工对国外进口无细菌的土壤来种芒仔瓜，一丛敢若阁留一粒尔，专心甲顾，就专心要顾这粒，所以伊的品质嘛有影加较好。把水的芒仔瓜加一喙甜搁脆，连民众拢用大头毛比赞。真甜搁真香。中华保盐乡的果子农陈国进。为着要种出品质好、搁甜的芒仔瓜，14年来费真侪苦心，连种芒仔瓜的土拢是对外国进口。它是从北欧、北美那个寒冷地方过来的，那它那个土就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几乎没有什么带很多的病菌问题，就是一个植株只留一颗果实，那会让养分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果实上面，那确保它产品的品质稳定度。为着高品质，陈国进的果子树一丛敢若留一粒果子。而且，伊阁特别在2种品种无同的芒仔瓜，提供予消费者选择。阿鲁斯的网纹洋香瓜，它口感就是很绵密。那新疆哈密瓜，它的特别就是清甜香脆。好食的芒仔瓜，互人一喙刷一喙，食袂煞。连在地乡长嘛学了教。甜甜的味道很香，它让人很想说哦，我很想要再吃。咱台湾种的果子品质同人学了，即阵芒仔瓜大出当着时。热天食了到地，实在互人心凉鼻倒开。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30多当前做雨伞的产业真抢眼，甚至也阁有雨伞王国的名号。中华是重点，毋过即马已经无用过的光景。为着要找倒来做雨伞的老手家，中华有社区办课程，找在地有经验的老师傅，用3天的时间来教人做雨伞。教室内面，每一位学员拢真认真，摕着画笔，一笔一笔伫雨伞顶面画出家己喜欢的图样。就足多，因为我本来都不会用那个电动的缝纫机，
我们年纪比较大，以前都是用那种米心车，应该系无用卡带。虽然制作河船产业渐渐消失，但中华秀水也有30多间的小工厂，为着保存技术，当时和长辈学习第2专长，在地河船公司特别举办课程，为加布、车布、天河船，甲最后的设计彩画，和学员有法度家己完成一支河船。上重要的就是，阮最后下今日的课，就是画一支雨伞，所以阮的雨伞变成艺术品，就不是消费品，我们是使用的艺术品，不是用了即丢的消费品。将传统制作雨伞的技术结合艺术创作，嘛期待透过培养，让更较侪人会晓制作雨伞，嘛让台湾本土的制伞产业会当再一次行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哪早基地台南新营的高野社区，传闽北的扫帚是销日本较济。这个所在嘛有扫帚传的名号，同款因为时代改变啊，白扫帚这个传统技艺已经豆豆失落去啊。不过最近这几档，这社区有请时代来教乡亲白扫帚，因为白大机的，不过即马是白细细机啊，会当吊伫咧皮包啊，互看水的，嘛互游客 DIY 家己白。扫帚爱加嘛，爱捡起来了，因为遮人爱坐嘛，爱坐期间吼，因为这本足少，所以一定爱加掉。把细机的丝啊整理好，扣好坐，用树梁绑做一束，佮用红线甲绑好好，油互红，安尼细细机的扫帚就做好啊。伫几十年前，台南新营的高野庄就靠村民顺手工。拔出济大扫帚，替咱台湾赚袂少的外汇。扫帚拢过迄个去卖呢。较早，阮这个庄会用伊讲是扫帚庄，阮规个庄头拢庄头的帚拢咧拔扫帚。不过现代社会已经无啥人在用这款用丝啊拔的扫帚，所以大机的销无路。社区妈妈就想出改绑细细机啊，佮高水的扫帚，互游客做伴手。以前啊吼，还是要下伫迄个。咱的迄个包恁啦，不过吼，感觉最近运动歹，甲改咧少小人。传统产业因为较辛苦，真侪少年人做无落来。甲在即阵有社区的时代，同齐甲较早白扫帚的基地，佮找倒转来。未来因也按算规划课程，互游客亲手体验。希望即款老辈传统技艺会使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陈文辉做过立法委员，不过即马伊是花都游园区的创办人，做花啊、烧窑、保育台湾的原生物种，对政治行入去文化艺术甲环境，伊讲不管行做一道，拢是对咱台湾这片土地的爱。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咱做伙来看伊的故事。这是花都游环境教育园区，对园区的名花就是花的古字，代表这个园区有花、草肥和油3项物件的结合。行伫咧园区内底，四界拢看到5花10色的食物。这个主人叫陈文辉，伊希望讲这个园区会使互更较侪人了解属于台湾的工艺甲生态美丽。伊迄个环境这2字，是因为我要申请迄个环保署规定的迄个环境教育的场所。环境教育的场所爱具备的条件有2种，一种就是你大自然咧种作哦，比如讲人专业的咧种葡萄、吼种水果的，另外一种就是人文。阮花头爷，阮摕到的就是用人文去申请的。人文就是讲，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内底，本来人就有啥物树啊，本来人就有啥物花啊，本来伊的地形地貌是安怎？照阮的原来拢不同去甲伊夹起来安尼就对了。和其他5乐园区无共款的是，花都游环境教育园区毋但有丰富的生态，来遮的人也会使学安怎烧花啊。陈文辉希望台湾会使有更较侪亲像安尼结合环境保育的园区，互更较侪人会使挖进大自然，欣赏大山大海的美丽。记者综合报道。
台语文刊榜，咱来看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开台语文化班已经有7档的时间。进前受疫情影响停课，暗过伫疫情期间，老师赶快用手机用通讯软体在教，希望大家会当继续学。即马疫情转好文化班搁开始上课大家会当互相见面，做伙学习，拢真欢喜。听老师用真认真的台语在讲道具，大家转来上课的人拢听甲笑眯眯。真正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全停课。停后疫情转好，一阵久无见面的阿公阿嬷又搁通同齐学台语，大家拢欢头喜面。咱学这个台语咱嘛是算讲咱台湾的文化但是就讲当然台语咱捌袂了啦，捌袂透所以就讲有这个机会即摆就是讲来继续学习。一寡认真的学员伫停课期间，要是透过手机的通讯软体学习有漂罗马拼音和解说台语字句。疫情的关系所以有来停一站这个停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这个当教授啦拢利用着咱的迄个网络用咱的迄个群组来教学。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办台语文化班已经7年，近摆若开课，民众拢抢要报名。除了大新市的民众，甚至阁有永康、善化和台南市区的民众相齐要来上课。今年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伫咧50个至60个左右，希望借由这个人数的迄个缩小来增加着这个迄个教学品质。台语老师顶真教课，学员也用心听课。因还阁甲这7年所累积的台语资料，出版做台语的儿童绘本和汉儿的教学册，希望互台语文化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第4届的东奖伫昨昏公布发地奖的得奖人，今年是由塞蒂、孟加拉、哥伦比亚、加黎巴嫩3个非政府组织共同摕到这个奖。第4届东奖公布发地奖的得主名单，由设立在孟加拉、哥伦比亚、加黎巴嫩的3个非政府组织共同获奖，也是成立到即阵头一摆颁发予组织。这3个组织所处的国家跟区域，都是属于对法治有相当大的挑战，灵活的运用许多相关的学理以及这个公益诉讼的策略，能够争取个人、社会、环境的正义，对全球的法治都立下重要的典范。孟加拉的环境法律人协会、哥伦比亚的实现正义法律正义甲社会中心，以及黎巴嫩的法律实践进程组织，拢是经由法律人发起，结合学理甲实际策略，提出具有创意的司法策略加相关应用，来保障弱势族群基本人权，并且促进环境正义、社会正义。Add to the credi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increase its visibility, contribute to its efforts at sustainability, and definitely serve as an inspiration to deepen and scale up its activities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It was totally unexpected, as it comes from very far away, from a tradition that is not so familiar to us. It comes as an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our work and efforts after exactly 10 years that the Legal Agenda was founded. 这届东奖得奖名单已公布完毕，有计9个邀集获奖的人来台湾领奖，并且会伫北部、中部、南部举办系列讲座。因为全球疫情，即阵也一直伫传，获奖的人到时阵是毋是法度来台湾，即阵了佫毋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对抗疫情，有的所在是挂嘴暗，啊，毋过有的所在伫炼油价。伫孟加拉疫情是抑阁真严重，啊，毋过为了逼拼经济，5月份的时已经解除封锁。当地政府即马伫推出炼油价的课程，互警察来练身体。200位警察穿白衫乌裤到打卡市警局准备上瑜伽课，一伫瑜伽座顶头正认真地讲师伫咧调节呼吸。看规个大广场，因的动作正整齐，拢无凊彩。原来是因为孟加拉最近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超过11万，其中竟然有超过7000位是警察，比例正悬。政府决定要办一系列的瑜伽课，让第一线工作的员警会当提升因的抵抗力甲信心。রাস্তায় ডিউটি করতে গিয়ে তারা এফেক্টেড হচ্ছিল, তো এই জন্য তাদের মানসিক শক্তি এবং শারীরিক সক্ষমতা যেটা আগের থেকে বৃদ্ধি করা দরকার ছিল, এই জন্য আমরা এই যোগব্যায়ামটা তাদের জন্য চালু করেছি, যাতে তাদের মানসিক শক্তি এবং প্রশান্ত মনে তারা তাদের কাজ করে যেতে পারে।虽然有淡薄仔吃力，但是也是尽量把动作做完全。
যে করোনার হার যেভাবে বৃদ্ধি পেয়েছিল সেখান থেকে আমরা উত্তরণ ঘটেছি। আমাদের ফোর্স এখন অনেক সুস্থ, যেভাবে মৃত্যুর হার বেড়ে যাচ্ছিল তার থেকে আমরা উত্তরণ ঘটেছি。孟加拉因为经济压力，自5月底开放民众复工，不过疫情又搁再度失去控制。自6月初一开始，每天的确诊人数拢超过2000人，甚至伫6月17是增加4000位确诊者。不过孟加拉的医疗体系无好，佮加上资源无够，和警察除了维持治安甲交通的任务以外，也负责部分的防疫工作，所以造成感染的机会增加。除了挂水安、服务行等基本措施。政府也希望用上瑜伽课的方式改善疫情。记者综合报道。NASA 前太空人凯撒琳·苏利文1984年的时，是正做全美国头一个查某的太空人。若今年伊68岁啊，伊伫这个月佫创下一个新的纪录，是正做全世界头一个到海洋上深的女性，上天落海拢可以袂倒，嘛写落来伊冒险的传奇。Surface LF present depth 10914 at bottom. Repeat at bottom. 美国海军退役的海洋探险家维斯科沃，甲 NASA 前女太空人凯撒琳·苏利文，找一坐特殊的双人座深海潜水艇，含这因素后，成功到海平面以下将近11公里的地球上深的所在，是代表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这是维斯科沃第3遍到马里亚纳海沟，前2遍拢是伊一个人落来，这遍邀请苏利文做伙，互伊创下女性上天落海第1人的纪录。One thing I was hoping to achieve for this dive series was continue to exp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have gone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It was shocking to me, no woman had ever been down. And Dr. Kathy Sullivan definitely seems like the right person. She was the first American woman to spacewalk. She has a PhD in ocean-related studies, so she's just the right person. 凯撒琳·苏利文在此之前就已经是留名青史的太空人，伊自细汉就爱科学，伫70年代差不多拢是男性的探险研究领域，摕到地球科学加海洋的学位。1978年入去美国航太总署 NASA，1983年第1遍上太空，过2年就做太空漫步，创前苏联太空人萨维兹卡亚了美国女性第1人的纪录。人的一生会当创一项纪录就真无简单啦。苏利文这边来回开14点钟，完成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伊讲，身为海洋学家加太空人，这真正是无平凡的一天。目前全世界上过太空的人已经超过550位，也毋过去过挑战者深渊的只敢若8位，唯一2个所在拢去过，只敢若凯撒琳·苏利文一个人尔。记者综合报道。假使上班的所在有鸟啊、有水池啊、有鸭米啊、有蝴蝶、有花园、有花草，这款上班环境一定是真迷人，嘛会增加做工课效率，因为上班的心情拢真好。这是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上班环境，那么做伙来看卖。一个照铁路风隔壁啊，有日头鸭伫咧游，水正清，给人看到内面有规定的导轨啊。这是大型花园的一角位啊尔，附近也有真侪在地原始的树种甲花。6年前就已经转型真侪环保永续企业的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搁再升级，伫非政府组织 Natagora 协助下，将污染的户外区域变做生态岛。On va laisser ici clairement, on a réouvert le milieu, on a laissé des arbres au milieu quand même pour qu'il y ait une structure verticale. Donc ça c'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es oiseaux par exemple et pour les nidifications. Il y a des buissons, même si c'est pas une plante rare, etc. On sait que ça a vraiment un rôle à jouer pour toute une série d'espèces. 伫这种环境上班，员工的心情也加真好。Attirant au point de vue de l'environnement, c'est quand même beaucoup plus stimulant pour l'esprit, je dirais, que de venir dans un environnement qui est sale, plus pollué, plus noir. 目前伫比利时大概有15间企业开始这种环保永续发展的规划。根据比利时国家铁路公司的资料，因甲 Natagora 合作，每年养护费差不多1万到15000个欧元，换算台币是33万2到50万之间。不过因得到的企业评赏超过这个数字。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高温烧热，高温会到32度到36度。要提醒乡亲一定要做好早日，而且加啉水。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到3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呵的呵，子以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山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清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面单。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厝，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要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啊，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流夏至。夏至爱食唔爱去，西北雨落袂过田花。夏至风台就出世，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外滚水哦，唔通掉山呢。咱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公司第2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